是王后。臣妾知道。寡人问你，到底有何事？臣妾想，这和氏璧送到宫中，要经过多少人的手，很难算计到一定会害到谁。所以，这胆大包天的下毒之人，应当是在宫中。何以见得？大王不相信臣妾的话。眼下谈不上信与不信，你要拿出根据来。宫中若有人敢做这样的事儿，除非他手中早有解药，因为他在害人之前，首先要确保自己无恙。再之，他必须心中有数，知道谁会死，不然他煞费苦心，伤害的却可能是对他无关紧要之人。既然这样，臣妾已经找到了这下毒之人。谁？说呀，谁？是王后。臣妾知道，一定是王后。王后，你大胆！这和氏璧在王后的手里拿的时候最多，她有机会让人做手脚。你是说，王后为了这和氏璧，要杀害她的亲妹妹？王后怎么想，臣妾不知道。但是臣妾可以断定，王后手中还有那解毒之药。大王是否还记得，上次芈月临盆，王后昏睡不醒，就是吃了从楚国带来的安神药。王后的应女景氏曾经透露，王后有一只匣子，里面装的都是从楚国带来的所谓的神药。据说这些药十分的珍贵，连我们宫内的御医都没有见过，其中就有解各种奇毒之药。即便如此，也无法证明那里面有芈月所需要的解毒药。女医之已经断定，芈月所中之毒是楚国的蛇毒。芈月中毒当晚，王后被景氏提醒，怕自己也染上蛇毒，便唤人拿来了那个匣子，吃了匣子里面的药。大王，臣妾猜测，那定是芈月急需的解毒药。王后，大监来了。大王宣王后即刻去宣誓殿。是。大王还叫老奴转告王后，别忘了拿上从楚国带来的匣子。王后这几日好忙啊。大王日理万机，与大王比，臣妾实在清闲安逸。芈月中毒，快3天了。是，臣妾每日都去看望她。太医说，芈月机会渺茫，王后怎么看？只要有一线机会，都不应放弃。唯一的机会就是解药，可寡人寻遍咸阳，一无所得。女医之判定，这毒是来自楚国。楚国万里之遥，芈月命在旦夕。王后说，该怎么办？大王若不问起，臣妾真没有胆量剖明曲直。臣妾这儿有一盒从楚国带来的秘药，只因臣妾对诊脉辨舌一窍不通，药性药理一无所知，所以从不敢乱服用。那日事发，臣妾恐怕染上残毒，也只是随手吃了一颗解药，吃个安心而已。既然王后根本不知这解毒药是否对症，却胡乱服下，这与王后说的不敢乱用自相矛盾。臣妾只是情急乱投医，错了怪自己，
但芈月妹妹已被荼毒，臣妾怎敢拿妹妹的性命当儿戏呢？这话倒是有几分道理。把匣子拿来，给寡人看看。王后，第2层，左下第1格。寡人看到3个瓶子，红的解矿石之毒，绿的解草木之毒，黑的解蛇虫之毒。王后果然了然于心，赶紧拿去给御医看看。什么人这般多嘴，竟把王后给出卖了？不是孟昭氏，就是景氏，只有他们知道我们有这个盒子，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。若知道大王会查这个盒子，我该早早的把这解药拿出去。王后已经把解药给了大王，倘若这解药真的救得了芈月，那大王应该赏赐王后才是。恰恰相反，芈月若没有死，大王要抓真凶了。什么？王后的意思是？芈月中毒，整个秦国都没有解药，唯独我们有解药，怎能不让人生疑？难道大王会怀疑王后下毒？若是我也会怀疑。否则，哪有这么巧的事？那可怎么办呀？但愿解药并不对症。怎样？此药的确是解蛇虫之毒的药，不过能否完全解掉芈八子的毒，还不敢确定。怎会如此呢？此药乃楚国秘药回龙丹，能解荆山蛇、云梦环蛇、双头蛇这3种楚国制毒之蛇的毒。可万一芈八子中的不是这3种毒蛇的毒，就难了，弄不好还会雪上加霜。大王，这种蛇虫之毒变化多端，其解药或取之经常出没之地旁边的药草，或取其蛇叶提炼而成，必须对症下药才行。恕臣无礼，能否让女医治取一些芈八子中毒之血试一下，看看是否有效？准。恭喜大王，此药完全对症，芈八子服药之后3日之内当能醒来。可是，为什么要那么长时间？大王，芈八子上次生产之后，本就是气血两亏，身子尚未痊愈，又被蛇毒伤了经脉，若要驱除余毒，恢复身体，尚需更长的时间。好，寡人就将八子交给你和女医治，要细心照料。是。传我旨意，将王后所住交房殿即刻封殿。查寝之前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
是，大王。鄙人姓中行名戚，乃是先晋中行氏的后人，居于魏国。我与张相、张仪是旧相识，我们不要东拉西扯，先说说和氏璧的来历。那和氏璧乃是1月之前张相亲手交给鄙人的。哼，信口雌黄！张相何来的和氏璧？数年前，张相为何弃楚入齐？天下人皆知啊，乃是因为楚国令尹昭阳丢失了和氏璧，而张子是唯一的嫌疑。假如真是张仪偷到了宝玉，那和氏璧如何从郢都到的咸阳？张子在得到和氏璧之后，因昭阳调查甚严，无法将和氏璧带出关卡，所以先将和氏璧藏了起来。此后借着楚国狄公主与秦国联姻，乃将和氏璧混在了嫁妆之中，避过关卡，带入秦国，由张相自己收藏着。那既然和氏璧是这么千辛万苦才到手的，那张仪为何突然差人将它变卖？那是因为公孙衍联合5国兵临函谷关，秦国将败，张子心中惶恐，打算借着出使诸国逃离秦国，这才变卖和氏璧以筹资费。王后好冤枉，给了解药救了芈月，却被大王疑心是首恶，这天下还有没有公理？公子今日哭闹着要出门去玩，被守门的禁军拦住，惹得他发了好大的脾气。封宫已经2日了，若再无人能证实我的清白，这下毒谋害的罪名恐怕就要被坐实了。王后，这几日我想了许多，越想越觉得悔恨。过去我不曾真正害过谁，若害了，也算不辜负一个心狠手毒的名分。你们跟着我这些年，忠心耿耿，我一人受难也就罢了，不仅连累了孩儿，让你们也跟着落入苦海。王后，王后不要灰心，大王一定会查清真相，给王后一个清白。